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的关怀主日，咱要做伙来关心西勒亚诗班的事工，也要做伙通过咱拄则所读今日的经文，做伙来思考基督徒的身份甲责任。大先要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我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是你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疼竞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也你常常将你的话赏赐予阮，成做阮生命的快乐甲帮助。阮即时要做伙来领受你的话，困求你的信心，甲阮参加伫地，互阮有安静的心，通领受你的话，也有快乐，将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伫阮的生活内底行出来，通归因更伫你。将阮下面的时间全然交伫你的手，困求你甲阮参加伫地。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今日所看这段经文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喻。咱若看新约圣经的福音书的时，咱会发现耶稣常在用譬喻来做教导。譬喻的意思就是讲，用日常生活内底常在看到这个物件来带出伊所要传达的真理。检查这个真理无真好了解，较深奥，但是通过这日常的物件，要帮助听的人来较简单来了解。另外，譬如有一个真重要的作用，就是譬如会互听的人印象加真深刻。我若问咱讲，恁对圣经内底对一段上较有印象？你若拢莫现圣经，你会想到对一段的经文？大家人可能无啥共款但是我拄则迄一场问有人讲浪子回头的譬如真侪人咧点头亚经济的譬如，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这拢是耶稣伊讲的譬如。用譬如，就像咧讲一个故事共款，听的人有真深的一个印象。我想这是主耶稣伊用譬如来咧教导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伊所讲的一个譬如。伊用盐、用光来教导这军队野人，特别咱来看这段的经文是放伫八福的后面，意思咧讲，耶稣咧提醒这军队野人，恁听我的教导了后，毋是干那听，干那知影就会使，恁接续就爱将恁所听到的来行出来，伫恁的生活内底行出来，发挥影响力，就那亲像盐，那亲像光共款，会当成做侪人的祝福。所以，咱接续咱就要做伙通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几个真重要的主题。第一，主要所以今日讲这个譬如，伊用的是命令的语气伫原文内底是命令的语气所以伊的意思就是讲，伊真清楚甲咱指出，每一个军队野人应该有的身份，应该有的责任。用命令的语气的意思就是讲，这是应该爱做的，袂通互咱来选择。咱既然要军队耶稣基督，咱既然成做一个基督徒，那呢，咱就必须照主耶稣互咱的命令，努力来实践，也完成上帝对咱生命的计划。耶稣通过这个譬如要甲咱讲，咱的生命就是盐，就是光。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军队上帝的人所得爱去实行努力的。接续咱就做伙来看。是盐是光，到底是什么意思？要互咱学习什么款信仰的功课。第一，咱来看，主要所讲，咱就是盐。咱知影盐伫咱的生活内底是袂通欠缺的一项物件。虽然检测毋是真贵重，毋是真贵的物件总是袂使欠缺。我想咱平常时咧食饭、啉汤，咱可能有一款的经验对一囡仔袂记咧放盐。迄个菜食起来就真无滋味差真济但咱放一撮盐，迄个味就会当真好势。所以盐一个真重要，第一个真重要的功能就是调味，会当甲食物的味会当互伊更较好势。那呢，主要说讲咱是盐，每一个基督徒是盐，安尼是啥物意思？就是咱基督徒伫咱的生活、伫咱的环境内底，咱来发挥迄个调和的作用。伫一个真破坏的关系内面，咱来互这个关系当重新来建立。
咱若注意看，咱即摆社会有一个真大的困难、真大的问题，就是关系的疏离真疏离关系彼此中间的关系已经破坏。所以咱每一日拍开电视，恁看到的是好的新闻较济，还是负面的新闻较济？大部分拢是冲突拢是这对立的新闻。即个甲咱讲，现代这个社会的关系已经破坏了真严重。那安尼，咱基督徒应该着爱照耶稣予咱的命令，正做盐进入到每一个所在，互即个破裂的关系会当重新来得到建立。盐除了调味以外，伊嘛有洁净甲丰富的即个功能。我知影真侪人伊会买迄个海盐来洗身躯，有无？我毋知恁有无因为人讲盐有杀菌消毒的即个功能所以盐伫清洁即个方面也真有功用。我嘛会记细汉的时有机会帮妈妈咧洗迄个鸡肠还是讲迄个大肠的时，恁知影用啥无？用盐、用矾明矾落洗或者物件会当洗了真清气。所以盐伫清气、清洁这样代志顶面嘛有真重要的功能。所以咱若看咱的圣经内底有讲到上帝和咱和伊的百姓所立的约，叫做盐的约言约咱看到言约，咱上无介好了解言约是啥物意思。但是这个所在言约意思就是讲袂败坏的、袂无去的永远存在这个袂无去的这个约啦所以盐伫宗教的礼仪顶面嘛有真重要象征的意义以色列人因在献祭时嘛会加一点盐拢是即款象征的意义。所以主耶稣甲咱讲，正做盐，意思就是互咱伫咱的生活内底，正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为咱四周围的人带来好的关系，通重新来建立，也当带出一个清气彼此中间一个清气的关系。这是咱会当通过这段，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主要所以也讲，盐若失去味，要安怎互伊搁咸这句话伫咱今日来看的是，咱可能无讲介好了解，因为咱今日用的盐已经拢是颗粒小颗粒的这个盐咱加入汤内底，伊可能就扬去就无去。但是这是当时咱看这个图片，这是当时因咧用的盐那亲像石头共款矿物矿物盐像石头一块石头共款。这安怎用呢？因要用的是就敲一块底放伫汤内底。汤内底伊个盐分就会扬出来，汤就变做有味。但是伊即款盐无像咱今日用的盐共款，这无精制过啦，无纯化过所以这盐内底除了有盐分以外，嘛有其他的杂质杂质你用几盖了后，盐分拢扬出来了后，这就剩一块，像石头共款，无啥物作用迄个石头只好袂当搁咸，只好就迄伫涂骹，互人搭所以耶稣讲的是这个意思。每一个军队上帝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咱爱常常提醒家己，咱要正做一个当发挥功用的盐，毋通失去迄个味，失去影响力。那安尼，咱就失去咱正做一个基督徒真重要的身份，真重要的责任。这是主要所讲，咱是盐的意思咱通做伙来学习。第二，咱要来看主要所讲，咱是光是啥物意思？我想光咱拢真清楚啦电火切开就有光光对咱的生活有重要无？光其实真重要若失去光无有光明，那呢咱的生活其实真无方便。咱若看伫无共的宗教内底特别是这较古早的宗教内底真侪宗教会拜太阳神也是讲月亮月神这拢和光有关系因为人感觉光非常的重要崇拜这个光。光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是咱日常生活内底袂当无的物件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伫因的厝内面不时拢爱点一帕灯这个灯是油灯，毋是咱今日这个电火来点一帕油灯来照光因的厝内面。因为当时犹太人的厝大部分拢无有窗拢无窗因为咱会记当时也无玻璃，你若有窗风吹沙是落雨的时就真麻烦。所以大部分的厝是无窗有的厝有，但是窗嘛细细袂讲介大个。所以咱若因迄当时的厝内底，咱会感觉内底
小可暗蒙蒙，看无啥有吼。所以就算讲伫日时，因厝内底嘛爱点一下油灯，放伫灯台顶面，吼，规间厝内底会当光，吼，要行动就真方便。这是日时吼，厝内底爱点灯。啊，若暗时要出外，迄个较免讲吼，一定爱有油灯，吼，若无真正啥物所在拢无法度去。伫圣经内底有一个咱真实的譬如，吼，十岁在世女的譬如，吼，5岁聪明的有准备，5岁愚戆的无做准备。因的任务就是摕油灯，吼，等人客来时，因就是点倒因的油灯，带这人客进入到会场。吼，所以这油灯对下暗要出门来讲非常的重要哈。毋管是厝里是外口要出门，这个灯这个发出的光拢非常的重要。所以耶稣伫遮甲咱讲，咱是光，即个甲咱讲，基督徒拢应该诚做，那像小小的一帕灯共款，会当为着咱的四周围带来光明，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咱拄则咱有唱一首诗吼，主在叫咱人，就那亲像迄首诗的歌词共款，主爱咱伫每一个所在，每一个角落，好好发挥咱应该尽的本分，亲像一帕小小的灯火共款。照光四周围，互四周围的人，因为咱伫迄个所在，会当得到祝福，得到帮助。兼且咱毋是啥物真重要的大角色、大人物，但是只要咱愿意，好好伫咱的位置顶面尽咱的本分，那安尼咱就要发挥咱诚做光、诚做灯即款的功用，诚做带来祝福。咱来看即张图吼，即张图就是当时的人因咧用的即个灯油灯油灯其实真简单就是一个灰一个陶器啦内底咱放油放要点灯的油来放一个灯蕊一条芯啦来头前就会当点火一个油灯若要会当点会倒，爱注意几件代志。第一就是一定要有油。油若烧完当然就袂倒第二，迄条芯嘛爱常在整理一段时间了，你就爱甲整理那些火才点会倒，才点会光。这个咱讲，咱做基督徒要诚做一帕光灯，需要准备无？爱准备好，爱随时准备好。有一日，你的同事在甲你问，你是基督徒？足想要知影恁的圣经咧讲啥？你会当甲我介绍一下袂？是恁的基督徒，恁拢咧创啥？恁礼拜拢咧做啥？你有法度甲伊介绍无？还是讲敲电话问一下牧师者？伊可能无时间等你遮会久准备好，随时有好的机会，咱就是要诚做一帕光灯，让人来介绍咱的上帝，介绍这个真理，互人有机会来认捌上帝。准备好家己，诚做一帕光灯，互咱的性命通互上帝来使用。主耶稣甲咱讲，咱要诚做盐，诚做光总是这有一个真重要的基础，就是爱连接伫耶稣基督。因为咱知影，人若靠家己要做好的代志敢有足大的气力。人靠家己的气力其实真有限啊。比如讲，圣经甲咱讲，咱爱原谅别人几摆，70个7摆。70个7摆是偌济摆？490摆毋是啦伊是讲70个7摆，意思是讲无数很多次、无数次啦只要人愿意悔改到你面前，你就爱用这款态度去接纳人。70个7摆其实是无简单，莫讲70个7摆，要原谅人7摆有简单无？无，1摆2摆咱可能挡会掉，3摆4摆可能就开始要举起来人用咱人的气力其实足困难的咱人真有限，咱无法度靠咱家己来做真好的代志，互上帝欢喜。所以咱只有倚靠上帝。基督徒行好，毋是靠家己，毋是出于家己的努力，出于家己的意志，咱是因为连接伫基督，对上帝得到这款的气力，通来去行上帝所欢喜的代志。连接基督嘛，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上帝爱咱做盐，但是基督代先成做咱和上帝中间的盐。咱本来已经犯罪和上帝关系破裂，但是通过耶稣基督，伊互咱重新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这是成做咱要做一个盐的一个基础。
耶稣基督伊嘛是光，是指引咱人生方向的一个光。所以当咱要成做一拍光灯的时，耶稣要成做咱成做光灯的一个基础。所以连接伫基督是非常重要一件代志。伫咱的圣经内面，嘛有真侪即款的经文，咱通做伙来看。约翰福音15章的第5节，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常常甲我结连，我也常常甲伊结连的，要结做做果子。因为若无我，恁就袂话做甚物。这种甲咱提醒，咱若是无连接伫耶稣基督，那呢咱就失去咱的能力，失去咱的快乐。约翰一书第1章的第5节，上帝是光，伊完全无有黑暗。上帝是光的源头，所以咱要成做光，咱是因为连接伫上帝，会当将上帝的光、上帝形象显明出来，毋是咱家己要变做迄个光。耶稣嘛讲，我是世界的光，或者咱拢咧甲咱提醒，咱要成做盐、成做光一个重点就是咱来连接伫耶稣基督。当咱和耶稣基督有好的连接了后，咱要通过做盐、做光，伫咱的社会、伫咱的生活内底发挥正面的影响力，互做人通过咱的所行所做来认捌咱的上帝，咱通为着咱这个社会带来祝福，带来上帝的稳定。这是第一点，咱通过是盐是光，咱做伙来思考，做伙来学习的。第二，咱要做伙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信仰个人的层面。甲群体的层面的这个问题咱要做伙来信仰，毋但是个人的部分定，更较重要是伫这个群体的部分，咱嘛爱做伙来学习。今日耶稣伊安尼讲，伊讲恁是盐，恁是光这个恁当然你们就是复数的部分原文内底的这个盐和光拢是单数单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讲。咱每一个人拢是单独的个人去互上帝竞选，这无毋对但是应该咱嘛爱成做一个合一的群体。咱虽然逐个人拢无共款，咱的背景拢无共款，咱互上帝竞选的过程拢无共款，但是咱爱学习，通成做一个合一的群体、信仰的群体。那呢，咱才有更较侪快乐去做盐、做光，发挥正面的影响力所以这是咱通做伙。来学习的第一，咱要做伙来思考咱来看信仰个人的部分，个人的层面个人的层面，咱和上帝关系当然是咱信仰的根本啦因为上帝用伊的听，用伊的稳定竞选咱每一个个人上帝是竞选咱的个人所以咱就常常通过咱个人的读经、灵修、祈祷来和上帝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有一句话，咱应该拢捌听过，叫做“上帝有囝无孙”上帝敢若有囝无孙，意思讲咱和上帝关系拢是直接个人的。上帝袂讲你的爸爸是上帝的囝，所以你就自然变做上帝的孙。伫信仰上无即款逻辑啦咱每一个人成做基督徒，成做上帝的囝，拢是直接和上帝建立关系。再来用咱的十字架来看，就是迄个垂直伫咧这个部分，人和上帝迄个直接的关系。但是伫信仰内底嘛有一个真重要的面向，就是除了个人的这个赞助以外，嘛有一个群体性的赞助咱必须爱伫信仰的群体内面，才会当做伙来学习，才会当不断来成长最后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来举几项信仰的功课比如讲，圣经甲咱讲，咱爱彼此相听，对无？有无？彼此相听，爱伫什么所在才会当彼此相听？你家己一个人伫厝里，敢会到彼此相听？无法度。彼此的意思就是你爱伫一个群体内面，一个信仰的群体内底，才会当做伙来学习。圣经甲咱讲，咱爱饶赦别人。你家己伫一个厝里嘛，无法度饶赦别人，无别人学习别人同工，成做集体。这拢爱伫群体内面，才有法度做伙来学习。所以咱信仰除了咱个人的这个赞助以外，伫咱群体的赞助，咱嘛爱做伙来学习。伫群体内面，咱会当去经验到，成做基督的身躯，成做基督的身体，迄款的肢体，迄款的经验咱彼此虽然拢无共款，但是咱像一个身躯共款，功能拢无共，但是会当互相配合。
成做一个独一吼，即个合一的一个身躯吼。即个群体性的即个层面，就那亲像12节内底迄个水平吼，平迄个部分吼，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人和人中间的关系，这拢非常的重要。只有伫群体内面，咱才会当完整咱的信用的即个历程，会当做伙来学习。当咱做光做盐搁伫一个群体内面的时，即个群体也必须要有一个见证，即个见证就是合一的见证。当咱即个信仰的群体会当成做合一的时，咱才有气力行入到社会内底，成做别人的影响，成做别人的祝福。咱来看一段经文，主要所互咱新的诫命哈。我互恁一条新的命令，恁着爱彼此相疼。我怎样疼恁，恁也着怎样彼此相疼。若是恁彼此相疼，世间人就知恁是我的门徒。通过咱彼此的相疼、彼此的合一，咱即个信仰的群体要有见证，成做一个有见证的群体，会当出去为人来见证上帝对咱的恩典。所以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哈。合一了后，另外一个真大的重点就是咱爱行出去哈，走入人群啦哈。咱若看耶稣所讲的盐、光的譬如内底，盐要发挥功用，敢会当讲我是盐，所以我甲锁伫即个管仔内底。即盐有发挥功用无？无法度发挥功用。盐必须爱出来，加入汤内底，加入菜内底，伊才会当发挥伊的功能。基督徒嘛共款，基督徒要发挥影响力，咱袂通简单限制伫咱的教会内底呢。基督徒若拢永远要踮伫教会，你着对即个社会、对其他人无影响力，袂法度为因带来祝福。光嘛共款。讲我是一拍灯，一拍油灯，但是我无愿意点倒，那安尼你就失去你的功能。盐甲光拢是需要发出去，需要融入行出去。后一句话对人讲，咱来建立即个无墙仔的教会，无墙的教会。这毋是讲甲咱的教会墙仔拢甲拍掉啦，就是讲教会毋通用做限制，互做人无法度来亲近上帝。对基督徒来讲，咱嘛爱时常调整家己，我爱时常爱行出去，行到人群的中间，看见因的需要，才会当将咱的所领受的真理，和做人来分享，咱才有影响力。所以行出去是咱信仰群体内面真重要的一个提醒，真重要的一个课程。咱通做伙来学习，也彼此提醒。第三，咱也要做伙来想。耶稣伫即个咱是光是盐的譬如内底，也得甲咱提醒，做盐做光的目的，毋是为着家己，是要为着荣耀上帝。咱来看咱今日第16节的经文，安尼讲，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着将荣耀归互恁伫天顶的爸。做光做盐做这好的行为，毋是要高举家己，毋是要家己得到好的名声，得到别人学乐。咱做这个是要将一切荣光通过咱的表现，通归互上帝，通过咱别人通来认捌咱听咱的这位爸上帝。一个真相上的经文伫米迦书第6章的第8节，伊讲上帝对咱的要求是甚物？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咱的上帝相甲同行。这所讲的就是存谦卑的心。基督徒的好所行，毋是要为着家己；基督徒的好所行，毋是要甲人带来到咱家己的面前来定，咱是要带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通过咱好的表现，通过咱的好所行，要互人来认捌咱的上帝，将一切荣耀归互咱的爸上帝。所以，咱也注意看咱今日的经文我这是用现代中文译本耶稣讲，咱是人类的盐，世界的光。人类的盐，世界跟意思就是讲，咱真做这个身份所要服务的、所要服侍的是全人类、全世界，无过是为咱家己，无过是用咱家己做中心。咱普通的人咧思考，拢会用自我做中心去思考。但是耶稣基督互咱的这个譬如的教导，真做盐，真做光，就无过用咱家己做中心去思考。咱就爱想，通过我这个人，上帝要安怎使用我？真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
诚做盐，诚做光，是爱通过愿意牺牲、愿意奉献的行动，来诚做人的祝福甲帮助。咱来看一段经文，加略太书第2章的20节的前半段，讲安尼现在的我，无过是我，是基督伫我的内面的我。诚做基督徒了后，领受上帝恩典了后，咱爱记得，咱的性命已经是归属伫上帝的性命。咱行事为人做代志、讲话思想，拢无过是用咱家己做中心。是掠上帝做中心，咱所行所做拢是为着要荣耀上帝。人生的目的是为着要荣耀上帝，这嘛是咱今日的经文内底通互咱做伙来学习哈。基督徒也是讲，甚至是教会伫行善行好代志，绝对毋是要高举家己的性命，互人来学咱，互人来荣耀咱家己。咱做这好代志目的是要互人看见上帝的荣耀，通将一切荣光归互咱的父上帝。我会记几礼拜前这2-3礼拜蔡牧师有分享到这宣教师因好的行为因留互咱真好的模范。无论是咱北部咱较熟的马街南部的马雅国、巴克勒甲其他这宣教师，因对因的国家，对因原来有真好的生活、真好的地位。真好的名声的所在，来到台湾这个还未开发的所在，因是为着什么？因绝对毋是为着家己，因是看见咱这个所在有福音的需要，因就愿意互上帝差遣到这个有需要的所在来。我想这是咱通做伙来学习啦哈。咱等下了后西罗因会为咱来唱一首诗，这首诗是永远的客家哈。这是马家伊所写的词，在表达伊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疼甲感情。咱等下当做伙来听这首诗，那么通做伙来学习，这个宣教师因留互咱这个真好的这个模范，要安怎用家己的性命，互上帝来使用，来荣耀上帝，来诚做人的祝福甲帮助。伫小教理问答内面，第1条伊就是问讲人生的主要的目的是甚物？伊答案是安尼，讲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掠伊做欢喜，掠伊做欢喜。愿咱会当做伙通过今日这段经文，咱做伙来学习用咱的性命去实践，去完成上帝交代咱这真重要的使命，诚做光，诚做盐，诚做人的祝福甲帮助。今日是咱所定的关怀主日，咱要关心西罗亚的事工。西罗亚这3字的意思就是互上帝差遣，奉差遣。所以成立这30年以来，西罗亚就是望会当成做一个互上帝差遣出去的团体，到每一个所在，通去见证也分享上帝的疼甲恩典。特别这几天，西罗亚服侍重点会放伫监狱内底，互到监狱去做诗歌的分享报道。为什么是监狱？因为监狱，我毋知咱有机会去过监狱内底无？咱有机会西罗也真正有需要义工啦，恁会当配合下面做伙去啦，恁有机会去监狱内底，你就发现哇，迄个环境真正和咱外口的环境真无共。你会感觉那像真正做严肃甚至有一点压力的迄款感觉监狱对咱来讲，可能是一个真无有光芒、无光的所在。所以西罗亚真愿意互上帝差遣到这个真需要的所在去，这个人来传达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疼，望通过安尼会当成做因性命的祝福甲帮助。所以我嘛要邀请咱会当做伙用咱的行动，用咱的大道奉献参与，做伙来支持西罗亚的事工。通邀请咱会当成做西罗亚的一员啦严格来讲，咱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是西罗亚的成员，因为咱应该拢是爱互上帝所差遣的人，所以咱会当做伙来学习，诚做光，诚做盐，互上帝来差遣到这个世界去，每一个角落为上帝来做见证，为这个世界带来上帝祝福甲恩典，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常常通过你的话来诚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主总是阮真软弱、真软弱，阮常常无气力将你的话行出来。
所以，阮要恳求你的信心，常常甲阮三个弟弟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将阮所对你所领受的恩典，对你所领受的疼，甲我四周围的人来分享。通过阮诚做祝福的管道，互更较侪人会当来敬拜你，也见证你的荣耀。主将阮每一位拢搁一摆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使用阮，诚做你祝福的管道。使用阮，诚做光，诚做盐，伫这世界发挥正面的影响力，或者世界因为阮通搁较好，搁较美好。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